客廳以灰白為基調，選用質地厚實的布藝梳化與短矮茶几，透過線條柔化石材的冷硬。大理石茶几的反光面與柔光吊燈形成對照，使整體光線更為細膩。餐區的重點在於比例與光影控制，設計師運用高腳金屬底座的圓台與霧面皮革餐椅，保持輕盈與穩重之間的張力，營造柔和用餐氣氛。臥室與書房的陳設則更強調靜與聚，柔軟的床品與啞光木紋書桌形成對比。窗簾以雙層設計處理光感變化，既保留私密度，又能維持光線通透。整體陳設技巧在於每一件物件的選材、比例與位置都被精準計算，讓視覺重心自然分佈，同時延續材質的語言，形成屬於現代高層雅居的獨特節奏。